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7，诗篇65篇50安尼讲：救阮的上帝啊，你要用威严并公义来应阮。你是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，拢总所倚靠的。三甲来祈祷，用威严并公义来应阮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阮坚固的石盘，你所做是完全，你所行的是公平。主啊，你是信实的上帝，拢无不义，你公义佮正直。主啊，你是怜悯甲慈悲，有多人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你就要赦免因。主啊，你赏赐活命的气息，佮互万物来交互阮管理。主啊，你看阮比一切搁较尊贵。主啊，世间人所行的是冤巧，因所图谋的只有得罪你尔定。主啊，总是阮要专心来倚靠你，因为你要用威严并公义来应阮。你是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，拢总的人所倚靠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